因为大型的所谓平台拢免费咧使用媒体新闻内容，地区媒体广告收入减少，影响营运。传播产学界今仔日到办公厅会，希望政府会当比照澳洲制定媒体议价法。这司法部和 NCC 嘛拢支持，上紧伫咧年底就会立法。特别若有发生代志，新闻媒体伫咧网络顶就进行即时的报道。正紧伫咧Google即寡跨国的平台，就当免费看到新闻内容。不过，即寡平台免费使用新闻的内容，造成媒体用真侪记者编辑所产生的即时新闻，所无得到合理的利润。包括媒体工作者、传播学者、业界代表开公听会，希望政府立法解决这种无合理的情形。也解决媒体工作者路权受到侵害问题。重点在于说，我们不管是议价或者这些平台的一些特别税收，能够实质的帮助第一线的收入。媒体业的恶化跟不利，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。希望行政单位能够有一个法案的版本，那希望立法院可以快速的审查。先希望能够有议价的制度，那再加上配合之后再研议、再修成基金的方式，让它双轨并行。因为澳洲已经伫咧2021年实施新闻媒体议价法，学者认为2012年到2023年10年之间，传统媒体的广告淡薄到剩210亿。所谓广告煞增加到610亿，挖悬传统媒体广告的3倍。除了希望会让学澳洲的做法，赶紧订定媒体议价法，并且设立新闻基金协助改善情形。同时也发动联署，希望各界大家做伙关心这个问题。现有的商业利益可能被新的产业所取代掉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有一个问题是，公权力要不要介入？那公权力介入的时候，私权的纷争，这种介入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年底我们至少会有个立场，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哪一个方向会比较好，然后再想办法在院会里面去产生这个法案这样。虽然专精伫咧科技法律的专家认为这件代志牵涉到商业运作，伫立法时阵有正大的讨论空间。不过原本考虑到关税因素影响的社会发展部是强调，希望用公听会汇集各界意见，上紧伫咧年底定出方向，以行政院版本加调解立委提出的版本做伙讨论，完成立法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